先来继续要来看前总统李登辉到明仔载往生来到对年。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甲李前总统有真好的交情，伊讲伊想要来台湾甲李前总统来念香。早起台湾甲日本甲美国第一届来举办线顶国会论坛。 安倍嘛以神秘嘉宾的身份来致辞，而且来表达着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等的国际组织，嘛再一次来展现着伊甲台湾的好感情。台北13号头一摆的线顶国会论坛，常常有人拍破啊，原来是有神秘人士。You see, gone the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Yuan.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常常出現，伊講台灣嘅角色真重要。I would like to say lastly is the TPP, unfortunately, by having the participation and to have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well. 这个看到他，我感到很高兴了。我觉得他是精神抖擞哈，风采依旧啦。 这位台湾的老朋友，唔那真挺台湾，私底下嘛真像一个人。明仔是前总统李登辉过身满1年的日子，安倍伫接受专访的时就讲，若无李登辉就无自由民主的台湾。伊希望会使去李登辉的墓仔堡甲看，外交部嘛讲会甲伊协助。前首相安倍晋三跟家父的这个。 于公于私的交情啊，有揭露的或者是没有揭露的部分啊，我们都非常了解在心里啊，希望这件事情可以顺利完成。谢谢大家，谢谢。虽然捌见面，却无法度看到上尾一面，两位国家领袖的好交情，伫李登辉过身满1年了后，更加使人感动。